如果他想要我道歉，我也可以这一次跟他道歉。如果觉得他不舒服的话，对啊，我身为晚辈，沙丁酒明天都在，会打起来吗？因为五六日一般都有活动啊，礼拜一大和解。就没怎么样，为什么要？但我都是主动跟他，我都会主动跟他讲话。对啊，有啊，他有时候你会主动打招呼，但是他不会主动打招呼。他本来就是酷酷的一个女生。戏演完，其实很多事情都落幕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感情也一样，是非也一样，戏到了高潮之后，最后还是回归到平淡嘛，很正常。内心会不会有个结就卡在心中？是不会啦，因为我就是在化妆间都已经遇过很多次啦，而且还对戏对那么多场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很多场戏都是后面几乎都他们的戏，对，都是我们的戏。起伏感想，没有什么感想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我是晚辈的话，他说什么我都接受，我都觉得没有关系。如果他想要我道歉，我也可以这一次跟他道歉。如果觉得他不舒服的话，对啊，我身为晚辈，但我真的觉得没有这么严重，好像有时候反而是旁人觉得很严重，但我们两个，我觉得我们对戏起来啊，或是相处起来，是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。对啊，这几天又要唱歌，就是要演出，要赶杀青。所以都还没有练完，而且都还没练。这样平均一天睡多久？我昨天终于睡了，我昨天睡多久？昨天终于睡了超过8个小时吧。我一到家，我还没卸妆，外套都没脱，就睡觉，澡都还没有洗，就抱着棚内所有东西，就直接贴在我的床上面。我觉得大时代除了戏剧辛苦以外，其实佩华姐还要求我们的体态耶。包括五家妹的前期到现在，我瘦了大概6公斤到7公斤吧1个2年都没有休息，因为爱情多年应该是3年吧。如果认真要讲起来，从幸福来到现在快3年吧，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休息。他说了一堆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身上会长一些疹子之类的东西，这个很久啦，就是之前人家有看到，就是身上一颗一颗的东西。